嗨，大家好，我係 Stella， 我哋一齊嚟探索塔羅牌嘅世界啊！中意呢條片嘅朋友，請你訂閱我嘅頻道，俾個 like， 再撳埋個鐘仔，就唔會錯過我將來嘅新片㗎喇。多謝晒！大家好啊，好耐冇見啦！喺我哋今集正式開始之前，想提醒大家記得 follow 我嘅 Instagram 啊！平時我會喺度分享每日嘅塔羅感想同心得㗎，多謝你哋一直嘅支持啊！我哋之前已經一齊睇咗大牌 Major Arcana 愚人嘅旅程，由今集開始，我哋會深入細牌 Minor Arcana 嘅世界，一張一張咁睇。我哋會由權杖入面嘅數字牌開始，第一張就當然係權杖嘅1號 Ace of Wands 啦。好，今集我哋會一齊深入探討下呢張牌究竟代表住啲咩信息呢？喺呢張牌度，你睇到啲咩呢？喺權杖1號呢張牌上面，我哋係可以見到有幾個常見嘅象徵，一隻手喺雲嗰度伸出嚟，揸實一支冇住嫩芽嘅權杖，權杖上面生出嚟嗰啲新嘅枝葉，背景嘅藍天、山丘同平原，成張牌都散發住一種開始嘅力量。首先，我哋睇下呢隻手，呢隻手係由舊雲入面伸出嚟嘅，好似宇宙、命運、直覺送俾你嘅一個新機會。佢喺度象徵住呢個時候，你有一個新靈感或者新方向，值得你開始行動啊！然後我哋睇下呢支權杖本身，呢支權杖冒緊新芽，象徵住新生命、新概念、新計劃開始滋長。權杖屬於火嘅元素，火係代表行動力、熱情、創造、推動力。背景嗰度嘅山丘同平原就好似未來嘅道路，有挑戰、有距離、有未知，但係最重要嘅係有潛力、有發展、有空間成長啊！權杖嘅1號一般係代表住一種終於想開始做嘢嘅衝動，好似宇宙幫你開咗個開關咁。佢係新嘅開始、新火花、新能量嘅象徵嚟㗎，通常代表住靈感嘅出現、新機會嘅萌芽、項目嘅開始行動，熱情同動力翻晒嚟，創意爆發，所有嘢從零變成一。呢張牌嘅信息非常簡單，但係強烈。開始啦，依家就係你行動嘅時機啦。好，跟住呢，等我俾個簡單嘅例子大家啦。如果占卜嗰陣時見到權杖嘅1號牌，可以點樣解讀呢？一個最簡單嘅塔羅陣係會抽3張牌，分別係代表住過去、現在同未來㗎。如果權杖嘅1號喺過去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可能代表住你之前曾經有過一個靈感開始，或者新嘅動力啊。你可能之前做咗一個決定，開始咗一段旅程，嗰個種子已經種落咗啦。我哋舉個例子啊，喺呢個牌陣度有權杖1隱士力量，喺呢個塔羅陣度，權杖1喺過去嗰個位置度，象徵一個開始。你之前可能經歷咗靈感爆發、衝動、熱情嘅推動，一件事就係由呢個0變1開始咗。隱士牌喺現在嗰個位置度，而家你進入咗沉靜嘅時期，你可能需要少少時間獨處，整理下自己嘅方向，清一清你嘅內心。呢一段時間唔係停滯，而係喺度醞釀緊啊！力量牌喺未來嗰個位置度，預示住你未來非常好啊！你會變得更堅定、更成熟，用溫柔但強大嘅力量去處理事情，自信會返嚟，連心裏面嘅恐懼你都駕馭到啊！如果權杖1喺現在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咁可能代表你而家正係喺一個行動嘅黃金時期，你嘅創意旺盛，機會嚟到面前，要勇敢抓住佢啊！我哋又舉個例子啊，喺呢個牌陣度有力量、權杖1、審判，喺呢個塔羅陣度，力量牌喺過去嗰個位置度，代表住你之前經歷咗一段需要耐性、堅定同內在力量嘅時期，你曾經壓住情緒去控制局面，用溫柔嘅力量去克服挑戰，雖然唔易，但你已經成功駕馭咗自己。權杖1喺現在嗰個位置度，顯示住而家係你重新出發嘅時刻啊！靈感出現，機會打開，行動開始，你已經準備好從0變1，向前衝，去創造新方向啊！審判牌喺未來嗰個位置度，預示住你未來會有一個重大覺醒，你會作出一個清晰嘅決定，或者迎來一個命運式嘅轉變。審判代表重生、突破，聽到真正屬於你嘅召喚，你嘅人生將會踏入新階段啊！如果權杖1喺未來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咁可能代表住你即將迎接一個新方向、新計劃或者新靈感，宇宙會俾你一個機會，你只需要準備好接收佢啊！
我哋再舉個例子啊，喺呢個牌陣度有教宗、皇后、權杖一。喺呢個塔羅陣度，教宗牌喺過去嗰個位置度。之前一段時間，你行緊一條傳統、穩定、按部就班嘅路，可能你學緊嘢，提升緊專業，又或者跟住規則行事，建立基本功。呢個階段為你打好咗根基。皇后牌喺現在嗰個位置度，而家係你能量非常豐盛嘅時候啊！你而家嘅狀態係吸引力超強，機會、人脈、資源都向你靠近，感情、事業、金錢都處於滋養同開花嘅階段啊！權杖一喺未來嗰個位置度，咁可能預示住你未來會係一個全新嘅開始，一個靈感，一個合作，一個新方向，甚至係你一直想做嘅嘢，終於可以點火開始。呢張牌係行動、突破、創造嘅象徵。最後想提醒返大家，以上嘅例子只係其中一個嘅解讀方式，實際嘅情況可以產生唔同嘅結果㗎。希望今集幫到你更加理解到呢張權杖嘅1號牌啊！多謝你哋今日收睇我呢條短片啊，希望你哋鍾意啦。我哋下條短片再見啦，拜拜。